關係最好，亦都唔好同人講嘅9句說話，但係尤其係最後一句啊，講咗嘅話你可能會蝕大底嘅。唔好怪八姑冇提醒你，一定要認真睇完呢個視頻，會比你讀100部書仲要管用嘅。特別係最後一點非常重要噃。第一，唔好同第二個人講你屋企嘅唔好。有句說話講得好好噶，叫做家醜不可外揚。成年人嘅世界，冇人因為你嘅家庭就同情你噶嘛，甚至會將你屋企嘅醜事四周圍揚。第二，唔好暴露自己嘅弱點同埋缺點，知人口面不知心啊。人性係最經唔住考驗嘅，逢人只說3分話，不可全拋1片心，免得惹禍上身啊。第三，財不外露，發財嘅事咧就千祈唔好同任何人去透露噃。喺呢個社會裏邊，每個人都中意錢噶嘛，渴望咧就發大財。如果你招搖過市，逢人就話好快咧，就會引起別人嘅妒懼，仲會阻住你發財嘅步伐。第四，人哋問你嘅時候咧，就唔好隨意同人哋提乜鬼意見啦，唔好話口直心快啊，從嚟都唔存在刀子嘴啊豆腐心，只有惡語傷人6月寒。唔好隨意介入人哋嘅因果，定唔好輕易咁承諾做唔到嘅事情。如果你應承咗第二個人，但係都冇辦法實現嘅話，咁你就會俾人失去信任。第六，如果你通過關係成功或者完成咗某一件事情，一定唔好講出嚟啊，因為咁樣做唔單止會出賣幫助過你嘅朋友，亦都係最愚蠢嘅行為。第七，唔好喺背後講人哋嘅閒話，背後講人閒話好容易咧，就越傳就越離譜噶啦。人哋再好啊，同你又冇關係；人哋唔好又同你冇關係嘅，係咪？靜坐常思自己過，閒談莫論他人非。第八，即使有困難，亦都唔好抱怨噃。語言係一種好有魔力嘅東西喎，貧窮係一種病嚟噶，而消極嘅語言正係呢種病嘅載體。語言無時無刻都喺度影響住你嘅認知，創造你所經歷嘅一切。你越係困難嘅時候，你越要表現到積極樂觀嘅心態。第九，你要記住啊，嘴係你一生嘅風水，笑面係你永遠嘅明天，相信係力量嚟嘅。凡事發生喺你身上都係有利於你，都係好事啊！幸福嘅生活一定係從調節自己嘅心態開始。如果你覺得八哥呢條視頻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轉發俾你有需要嘅朋友睇啊！